識翻嚟嘅夜生活真係唔多。我哋今日係挑戰全台灣號稱最瘋狂、最唔講道理嘅河流——秀姑巒溪。你知唔知啊？呢條溪有24公里長，一落水啊，翻唔到轉頭㗎啦。聽講最尾個激流叫地獄夢。哦，原來做啲咁健康嘅活動。我一聽到話要玩激流嘅時候咧，我係好開心同埋好。我未睇過教育影片之前係唔驚嘅，但係睇咗教育影片之後咧，啲人又話反艇啊，即係駁喺度啊。呢個泛舟對我嚟講，其實可能睇完教育影片之後都有驚嘅，但係我都仲係好想玩。Sport 成員製作組揀選咗4個激流，你哋要做指定嘅任務，包括要影一張合照，而嗰張相係要清楚見到晒你哋7個人。4個激流裏邊，只要做到2個，你哋就會當贏㗎啦。如果輸咗咧，就要請製作組飲手搖，好冇？好，咁我哋一齊出發 ，Go！ 像摆直着放船中間，蹲坐下去哈。哎，對對，哎，小心小心，哎。你點解笑得咁開心啊，馬超大哥？ Let's go！ 你們2位上船了，你們2位上船。來，上船。落水嗰下突然間又係有人推咗快咗，我就突然間一個人浸咗落水，之後下次即刻成個人鬥起落水，大家唔知 catch 唔 capture 到？咁快係第一秒就？第一秒啊！我係冇即係浸晒成個人咯，但係我已經浸到嚟呢度咯。Let's go！ 邊個喺後面推得咁快啊？我完全混亂嘅狀態。我有比力啊！佢哋叫我掉翻去後邊啊！大家坐埋一條船，我哋差咗個零鐘，終於團結5分鐘。唔知喎，飛咗落去喎。係喎。有船到我哋啊！影相，想去影相。哎呀，是但啦，做影。影相。各位 Sport 嘅成員，製作組睇過巡邏影片啦，記唔記得我哋嘅賽制要影到幾多張先為之贏啊？咁你哋今日嘅挑戰係失敗嘅，記唔記得失敗要點啊？咁我哋一齊去請製作組飲嘢。請啦！我哋願賭服輸，請製作組飲手搖啦！大家。咁係咪更加有必要大家知道我哋呢一個節目都成功㗎啦？地步咧都係有唔一樣嘅睇法。每個人都寫咗一封信俾你哋嘅隊友。但係我諗到最大需要改善嗰個係我自己咯。希望大家做得越嚟越好，呢一個目的去寫呢一封信同埋做呢一個 TikTok 嘅。呢一封信咧有個隊友，我哋最後一封信。牛牛，因為其實我可能造星初期，我同佢嗰種 close 或者我哋嗰種關係啊，我覺得係即係嗰個我其實都係真心嘅，即係我冇唔係真心，但係純粹係我唔知你會唔會覺得我變咗或者唔同咗，或者冇咁同你咁 close，或者唔會乜都同你講。其實入咗團之後，我都有嘗試去同你 close in 嘅。嗰陣時就係你開始你做你自己咯，即係後尾我知道咗啦，我唔知㗎嘛之前，即係你做翻你真正嘅自己嘅時候，原來你係會 mean 我，你係會講嘢吉我，咁我就越嚟越唔敢同你講嘢，因為我覺得我好似同親你講嘢，就會聽到一啲我唔想聽嘅嘢。即係我覺得可能好多誤會或者相處嘅模式方法，令到我哋有好多摩擦，即係我覺得係有時互相串對方變到好似真係好講出嚟係真係變咗傷害對方嘅説話，我哋講得有啲多。你曾經對我有啲唔好嘅傷害，但係我覺得起點可以重新嚟過嘅。好。但係你要我照顧好似其他人照顧你咧，就要啲時間，睇下你有冇試用期過啦。好 ，OK，我哋重新嚟過啦。
作為男團，咁咪再聽埋你哋背後嘅苦惱、成員之間嘅關係啦，解決問題。大家7個人得一個目標啫，就係為咗 sport 好。就算大家性格唔一樣都好，但願大家嘅目的啊，大家想達到嘅位置唔一樣都好，最重要就係你哋7個人 sport 呢一刻呢一個 moment，就係為咗 sport 好，所以想同大家解決問題。呢件事係有愛嘅，然之後你哋 sport 就更加堅固嘅 bonding， 咁就一路行落去5年、10年、20年，點樣都好，總之永遠都係 sport， 7個人一齊，好冇？ Sport